每一次變故都係命運級嘅考題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軟肋。有人覺得只要唔牽涉金錢，感情唔會帶來困擾；有人唯獨喺感情上非常執着計較，仲有人特別在意名聲地位。但無論執着啲咩，煩惱都會隨之而嚟。心一旦被煩惱蒙住，智慧就難以顯露。智慧不顯，情緒便容易失控。面對煩惱，我哋要睇清楚，佢哋大多唔係外界造成，而係內心被束縛嘅結果。對喜歡嘅生貪，對討厭嘅生瞋，對盲目嘅生痴，呢三種力量令到個心偏離平衡。心態一亂，痛苦就層層疊加。其實當痛苦嚟臨嘅時候，脆弱唔會讓佢消失，而只會加深對自己嘅傷害。如果事情仲有挽回嘅餘地，你本不必痛苦；如果事情好似跌爛嘅碗一樣無法復原，再痛苦也換不回原靜。呢個時候難過就毫無意義。換句話說，面對痛苦，應盡量保持清醒，先判斷係咪可以改變。如果可以，就盡力去改變；如果唔得，就坦然接受，及時止損。如果確實無計可施，脆弱亦都唔會幫得上忙。如果一直脆弱，反而會招來更多嘅困境。情緒足以壓垮一個人。而當心力足夠強大嘅時候，即使再大嘅痛苦嚟臨，你都好似踩喺厚厚嘅雪地上，有緩衝，可以承受，不至於讓人失態。所謂天無絕人之路，唔係講前方永遠都係平坦，而係講心裏始終有空間。即使一扇門關上咗，亦都可以見到另外一扇窗。喺2002年，我因為一場大病，住喺廈門嘅醫院，療養期間一直喺度在翻譯，每日上午輸譯睇書，下午翻譯，好多書都係短短半年內完成。如果冇新嗰場病，我或者永遠都冇勇氣去開始翻譯，亦都冇可能完成30幾萬字嘅《釋迦牟尼佛廣傳白蓮花論》。嗰陣時候，我曾經以為生命即將走到盡頭，生怕翻譯會半途而廢。而家睇返轉頭，嗰段病痛同變故對我嚟講，反而成為一個珍貴嘅轉折點。所以，當你遭遇到似乎無法跨越嘅痛苦，覺得人生所有嘅門都關上咗，見唔到一絲光嘅時候，唔一定非要執着原來嘅路，你可以轉身尋找另一個入口，或者可以通往一個更開闊嘅世界。只要內心唔脆弱，心力足夠強大，再大嘅痛苦都唔至於成為災難。反之，一啲微小嘅挫折都會喺我好痛苦嘅放大鏡下將人徹底壓垮。痛苦嘅大小往往取決於內心嘅容量。同一句說話，有人聽過就會唔記得，有人卻耿耿於懷好多年。心力唔同，感受嘅重量亦都唔一樣。如果煩惱深重，再細嘅痛苦都會被放大。好多時候，痛苦本身係唔可怕，可怕嘅係我哋不斷為佢加戲。人哋成日講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故事入邊，塞翁唔見咗隻馬，鄰居安慰佢：你嘅馬跑走咗，真係倒霉，唔好太難過啦。富翁就答：未必係壞事嚟嘅。不久，佢隻馬就帶咗一匹好馬返嚟。鄰居就祝賀佢講：你真係有福氣啊！塞翁答：都未必係好事喎。後來，塞翁嘅兒子因為騎馬跌親咗隻腳，鄰居嘆息：太不幸啦！你兒子成為一個殘疾人。塞翁又講：都未必係壞事嚟嘅。過咗一段時間，戰爭徵兵，所有年輕嘅男人都要入隊伍。塞翁嘅兒子因為腳傷得以免疫，保住咗條性命。可以見到一時嘅得失，不必急於判定好與壞。當時覺得好嘅，未必真係好；當時覺得壞嘅，亦未必真係壞。好壞之間，時時都喺度轉化。計劃永遠講不上變化，
不如學學塞翁嘅心態，隨遇而安，面對變化，唔需要急住落結論。當你將注意力放喺我好痛苦、我好倒霉嘅時候，呢一份痛苦就會變得難以忍受。同樣，長期將心放喺最迷戀嘅對象上面，貪戀自然會膨脹。竅訣係遇到迷戀嘅不沉溺，遇到討厭嘅不執着，讓個心返到平穩嘅狀態，再做決定。心如果失衡，人好容易做出傷害自己嘅事。心若平靜，再大嘅痛苦都難以真正咁傷害到你。